拆除造口袋，我哋需要嘅物資包括一張紙製嘅護墊、垃圾膠袋、清潔用嘅紗布、一兜清水，同埋最重要除袋用嘅噴劑。我哋首先由造口袋上方嘅缺口入手。咁我哋一路拆，會一路噴啲除袋噴劑，嗰啲噴劑會滲入去皮膚同造口袋之間嗰啲膠度。咁啲膠就會融化，有啲黏力就會抵消。拆咗袋之後，第一時間清潔。我哋用啲紗布抹走條腸表面嘅污垢。我哋亦都可以飲啲水濕咗嘅紗布，去加強清潔效果。咁除咗條腸本身，佢周圍嘅皮膚都可以用呢啲清水去抹下。做完基本嘅清潔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仲有啲殘留嘅防漏膏啊。咁我哋繼續用除袋嘅噴霧噴落啲膏度，令到啲膠溶。噴完第一陣就可以再用紗布去捽走佢。我哋亦都有啲除膠專用嘅濕紙巾嘅，咁我哋一樣係抹走條腸周圍殘留嘅防漏膏。要注意嘅係條腸同皮膚之間有啲位係凹咗入去，形成一條罅隙。咁抹嘅時候亦都可以攝塊紗布或者濕紙巾入去，抹乾淨呢啲污垢，唔好俾佢藏咗喺入邊。用肉眼去睇，你都會見到造口袋黐落去嘅皮膚係有殘留一啲膠質嘅。用手指摸落去係黏黏地嘅。咁我哋亦都可以繼續用除袋噴霧噴落呢啲位置，等啲膠慢慢融化。咁呢個過程係要俾啲耐性，可能要噴3、4次先清得晒。清潔用嘅紗布捽佢，咁你會見到捽咗啲膠粒出嚟，就代表開始甩啦。咁喺清潔嘅過程入邊，條腸都會繼續分泌啲液體出嚟，咁所以定時亦都要索翻乾佢。拆完袋見到皮膚紅咗，即係皮膚敏感，咁就搽翻啲藥膏。薄薄地一浸，捽勻佢。我哋仲有啲護膚噴霧嘅，我哋裝袋之前可以噴落條腸周圍嘅皮膚，形成一個保護膜。噴完之後，等佢自然風乾。
大概半分鐘嘅時間到啦。咁啲護膚噴霧風乾咗之後，我哋再用手指摸下四周嘅皮膚，確認一下個濕度係正常嘅。咁喺而家呢個狀態，我哋就可以準備安裝做口袋。裝之前可以再用手指摸下啲皮膚，確認唔會太濕。做口袋裝咗落去之後，用手指沿住佢塊膠板嘅邊緣，一路施加壓力，確保佢貼實啲皮膚。體溫係會將啲防漏膏融化嘅，咁就會黐實啲皮膚。呢個係第一道防線。第二道防線就係個袋自己本身嗰塊膠板，佢都係一塊貼紙有黏力嘅。如果想再穩陣啲呢，就要加第三道防線，就係 C 型貼。一個做口袋用2塊 C 型貼就夠啦。2塊 C 型貼啱啱好可以包住成個做口袋嘅圓周。我貼嘅時候唔好掹晒成塊膠紙，我掹住少少先。將個頭輕輕貼咗落去之後，我哋度埋個尾。而家個位就唔啱啦，因為佢個尾已經離開咗個做口袋。但係佢呢塊貼係有佢柔軟度嘅，我哋可以調整嘅。又或者我哋頭先黐落去嘅時候都冇好大力咁黐，所以可以掹翻出嚟，再修正喎。而家好過頭先啦，咁啊可以搣埋呢部分嘅貼紙，又係輕輕搣少少先，試探下佢，甚至可以一路黐一路搣，確保個弧度係順住個袋去嘅。咁而家呢塊貼由頭到尾都係可以包晒成個袋同埋皮膚嘅，咁就為之貼得好。咁貼完之後，再用手指壓實佢，咁就可以貼埋另一塊。先搣咗頭一塊膠紙，貼完之後壓翻實。